好多人天天都喺度搏命揾錢，每日起得比雞仲要早，瞓得比狗仲要遲，頂住大太陽，冒住嚴寒去奔波，攰生攰死做咗10幾年，卻根本儲唔到幾多錢。有啲朋友日子過得掹掹緊，好不容易先啱啱儲到1000幾百，屋企就突然發生各種意外，急需要用錢，或者被身邊信得過嘅好朋友借走之後，再都揾唔到人，甚至自己一時糊塗投資做生意俾人呃到精光。大家遇到呢種事嘅時候，經常會踎喺條馬路邊度懷疑人生，懷疑自己係咪天生就係過窮日子嘅命，或者係上輩子得罪咗邊路神仙，搞到呢輩子運氣咁差，做咩事情都唔順心。其實根本唔係咩妖魔鬼怪，喺暗中作怪，亦唔係你嘅生辰八字唔好，更唔係你屋企風水出咗咩問題。呢個背後嘅真正原因，其實係老天爺正喺度對你進行一場極之嚴格嘅考驗。大家聽到呢度可能覺得心入面好唔服氣，老天爺唔係應該保佑我哋呢啲老實人發財平安嘅咩？點解要故意要我哋親身經歷咁多生活入面嘅折磨同無情嘅苦難呢？其實只要你今日能夠耐下心嚟，把呢套古老而神秘嘅宇宙運行規律徹底睇明諗透，你就會恍然大悟，明白呢個唔單止唔係天大嘅衰事，反而係一件求之不得嘅大好事。因為上天喺俾你一份真正可以改變命運嘅大財富之前，一定會先狠狠地收走你身上嘅幾樣嘢。呢個係一個必經嘅流程，亦係成個世界運行最底層嘅因果邏輯。我哋老祖宗嘅智慧神早已經把呢啲天機睇得好透徹啦，清清楚楚地寫喺那些古書入面。只係現代人每日都喺度忙住追名逐利，對眼入面只有銀紙。神早已經把呢啲生存嘅核心智慧忘記到一乾二淨啦，甚至仲把呢啲生存規律當成封建迷信嚟看待。喺呢個大千世界之上，所有嘅人事物運行都講究一個平衡嘅道理。有太陽高照嘅白日，就自然會有伸手不見五指嘅黑夜；有萬物復甦嘅春天，就自然會有冰天雪地嘅冬天；有辛苦嘅播種，先至會有秋天沉甸甸嘅收割吉。財富呢個嘢係帶有巨大能量嘅，卡絕對唔係天天坐喺屋企空想或者瞓大覺就能從天上跌落嚟嘅。更唔係你把口天天說漂亮話就能主動送上門嚟嘅。呢個需要你個人嘅內在承載力達到充足嘅水平，亦即係你自己嘅氣場同定力要充足大，你先至能夠穩穩地接住呢份上天賜予嘅福氣。如果你嘅內在心理狀態係混亂嘅，你自己嘅德行同能力根基係一片鬆軟嘅沙子，習慣咗好似一棵沒有扎根在泥土深處嘅小樹苗一樣。呢個時候，要是上天突然同你嚟咗一陣暴富嘅狂風，或者係俾咗你一個等你一夜暴富嘅揾錢機會，你覺得最後會發生咩樣嘅事情呢？你唔單止根本接唔住咁攀大，而且沉重嘅財富反而會俾呢陣突如其來嘅大風直接連根拔起，鐵底等你跌個大跟頭，甚至連原本安穩嘅日子都過不下去啦。你唔單止沒有因為呢啲錢過上幸福美滿嘅好日子，反而會因為德不配位而招惹嚟巨大嘅官司同果端。
甚至令到自己鐵底薪敗名裂，家破人亡。我哋喺社會新聞入面經常能夠睇到呢種真實嘅例子。有啲人運氣好到不得了，突然買彩票中了大量嘅彩票大獎，一夜之間拿到了上千萬元嘅巨款。呢個在普通人眼入面本來係天大嘅喜事，結果過了不到3-5年時間，佢哋唔單止把呢啲錢全部揮霍一空，還搞到夫妻天天打架，最後離婚。兄弟姊妹為了分錢徹底反目成仇，最後自己甚至流落街頭，過得比中獎之前還要凄慘百倍。仲有好多年紀輕輕嘅少年人，剛巧踩中了時代發展嘅某個行業風口，在好短嘅時間入面賺到呢一大筆輕鬆嘅快錢，於是就開始變得狂妄自大，目中無人，覺得老子天下第一，每日過住揮霍無度紙醉金迷嘅生活。結果風口一過，佢哋好快就現出了原形。以前點樣賺翻嚟嘅錢，後來就點樣溝翻去，甚至還欠下呢高額嘅債務，一輩子都翻唔到身。呢個都係因為佢哋自己嘅生命之根扎得唔夠深，佢哋自己呢個用嚟裝財富之水嘅器皿容量實在係太細啦，卻非要往入面裝超出自己承受極限嘅水。結果可想而知，水唔單止沒有裝好，反而先把自己嘅飯碗給鐵底撐破了，還砸傷了自己嘅腳。所以話上天係充滿大智慧嘅，在準備交給你一份超出你目前能力嘅巨大財富或者重要位置之前，佢絕對唔會盲目地直接塞俾你，而是會先對你進行一次全面嘅魔鬼特訓，幫你升級一下你全方位嘅抗壓能力同心理素質。呢個特訓嘅過程會等你覺得日子過得特別艱難，你可能會遇到接二連三嘅失敗，做咩項目都賠錢，甚至行喺路上都覺得倒霉，等你開始懷疑人生。但係請你喺呢個時候一定要換一個角度去思考問題，呢個極之有可能是老天爺喺度幫你狠狠地打牢人生嘅地基，喺度測試你呢塊材料到底係咪真係結實，能不能扛得住後面那些真正有價值嘅財富同好嘢。如果你喺呢個打磨嘅過程入面被輕易打倒了，每日只知道坐喺屋企抱怨社會不公平，抱怨自己嘅命運唔好，甚至開始破罐子破摔，徹底放棄自己。咁啊，上天睇到你呢個令人失望嘅表現，就會覺得你呢棟人生大樓嘅地基蓋到一半就冧啦，根本沒有方法繼續往上面蓋100層高樓。於是佢只能把你原本該得嘅嗰份好運氣默默收翻去，轉手送給下一個真正經歷住呢考驗、做好你準備嘅人。但係如果你在面對呢些狂風暴雨同冷嘲熱誑嘅時候，能夠咬緊牙關硬挺過號，雖然你內心亦會感到非常痛苦，甚至在深夜裏偷偷喊，但係你始終沒有選擇向命運低頭放棄。你能夠等自己喺安靜嘅環境裏好好反省自己，尋找自己之前失敗嘅根本原因，睇睇自己係咪太急躁啦，係咪做事太貪心啦。只要你能把呢些外在嘅磨難全部消化掉，變成你內心強大嘅養分，你嘅精氣神就被鐵底塔練出嚟啦，你人生嘅根基就會扎得比任何人都還要深穩。老天爺睇到你跌得咁慘，還能自己拍拍泥土企返起身，眼神還咁堅定不移，
佢就會知道你嘅地基已經完全打好啦。接下來屬於你嘅坤天富貴就會毫無保留地交到你個手入面咧。喺呢個漫長嘅人生轉換期裏，老天爺首先要收走嘅頭一樣嘢，就係你身邊嘅那些虛情假意嘅朋友同無效嘅社交圈子。好多人在年輕或者日子過得比較順利嘅時候，特別中意熱鬧，每日夜晚都要出去同一幫所謂嘅兄弟朋友飲酒食飯應酬，覺得呢個先至係成功嘅表現。大家在酒桌上稱兄道弟，拍住胸口保證有福同享，等你誤以為自己人脈廣發，行到邊度都有人幫襯，朋友遍天下。可是只要你遇到一次真正嘅危機，哪怕只係遇到了資金周轉困難，需要借幾萬蚊救急，你就會發現那些平時天天圍住你轉管你叫哥叫弟嘅朋友，全都消失到無影無蹤啦。有嘅電話點打都打唔通，有嘅微信直接把你拉黑刪，除呢有嘅甚至環繞在外面到處說你嘅衰話，在背後狠狠地踩你一腳。呢種人性嘅冷酷同現實會等你感到無比嘅絕望同痛苦，但呢個恰恰係老天爺喺度幫你做人際關係嘅大掃除。佢要用呢種最直觀亦最殘忍嘅方式，幫你把生命入面那些只會消耗你能量、只會佔你便宜嘅吸血鬼全部清理乾淨，等你從那些毫無意義嘅虛假繁榮裏徹底清醒過嚟，不再把寶貴嘅時間同精力浪費在無效嘅社交上。只有當你身邊嘅雜草被徹底拔除乾淨之後，你先至能夠騰出充足嘅空間同好運氣，去迎接真正能同你喺頂峰相見嘅高質量貴人。呢個其實係在保護你嘅能量場不被污染，等你能夠集中所有嘅精力去專注做自己嘅大事業，去賺真正嘅大錢。接住老天爺要收走嘅第二樣嘢，就係你內心深處嗰種急功近利嘅躁動同盲目嘅驕傲。好多小年人在剛開始做生意或者工作嘅時候，只要稍微拿到一點小成果，賺到你第一桶金，就會覺得自己係個絕頂聰明嘅天才，把所有嘅成功都歸功於自己嘅聰明才智同個人能力。佢哋會變得非常浮躁，隻眼長在頭頂上，總想住今日投資，明日就能翻倍發財，今年開一家小店，明日就能開遍全港開連鎖。呢種急於求成嘅心態，會等佢哋徹底失去對市場嘅敬畏同對未知風險嘅防範，從而盲目地去借高利太擴大規模，或者進行自己根本唔識嘅高風險投資。老天爺為了防止你以後爬得更高嘅時候跌到粉身碎骨，就會在你剛開始飆起嚟嘅時候，用一連串狠狠嘅巴掌把你徹底打清醒。佢會等你經歷項目突然夭折、矽金鏈徹底斷裂，或者核心團隊集體背叛解散嘅痛苦，逼住你把身上那些虛榮狂妄同自以為是全部冧掉，等你就一次次嘅失敗同打擊中學會低頭，學會腳踏實地地去研究產品同業務，學會對每一分錢都保持絕對嘅敬畏。只有當你內心嘅嗰股無知嘅虛火被徹底剿滅之後，你先至能夠展現出沉穩大氣嘅強者風範。亦只有呢種穩健如山嘅心態，先至能等你在未來嘅商海中真正做到乘風破浪、長盛不衰。最後老天爺要收走嘅第三樣嘢，
就係你過去嗰種陳舊死板嘅思維、認知同不合時宜嘅生存習慣。每個人在成長同生活嘅過程入面，都會形成一套屬於自己嘅行為模式同看問題嘅習慣，而呢啲舊嘅思維往往就係限制你突破階層嘅最大障礙。如果你一直用10年前舊嘅方法去處理現在新時代出現嘅問題，咁你永遠只能在原有嘅階層裏死磕打轉，根本不可能實現財富嘅跨越。所以老天爺會通過鐵底打破你現有嘅舒適圈，把你個賴以生存覺得最自豪嘅方法全部失效，逼住你去砸碎過耗嘅自己，重新重組一個全新嘅自己。呢個過程就像係要把你全身嘅骨頭全部敲碎，然後再重新齊翻埋一樣，會等你感到極度嘅不適應同撕裂般嘅痛苦。你會發現自己過耗堅信了幾十年嘅道理，可能全都係錯嘅。你過去看不起嘅行業同做事方法，可能正是未來嘅大道勢。喺呢個倒逼自己不斷搏命學習同更新認知嘅痛苦階段，你先至會真正完成思維上嘅驚天體變。當你終於學會用全新嘅眼光同宏大嘅格局去看待呢個世界嘅商業邏輯時，你就會發現身邊到處都係揾錢嘅機會，而此時嘅你亦已經具備了把呢些機會變成真正財富嘅通天本領。其實好多人在真正發大財之前，都會經歷一段極其難熬，甚至可以話係暗無天日嘅自我懷疑時期。喺呢段漫長嘅時間裏，你唔單止會覺得手入面嘅錢財流失得特別快，甚至連你嘅身體狀況同精神狀態都會受到嚴峻嘅考驗。你會經常整夜地失眠，瞓在黑漆漆嘅房間裏看住天花板，心入面塞到死，根本不知道明日嘅路該點樣行，不知道下個月嘅賬單該點樣還。你可能會開始懷疑自己嘅智商係咪比人差，懷疑自己以前做嘅每一個選擇係咪都錯啦，甚至懷疑呢個世界係咪故意同你一個人作對。請你一定要在心入面死記住，呢個正係老天爺在收走你身上嘅最後一點負面磁場。佢要把你過好幾十年你累積嘅所有負能量，所有不健康嘅作息習慣，所有對未來嘅不切實際嘅幻想，全部通過呢種痛苦嘅方式活生生逼出你嘅體外。呢個就像係一個生了重病嘅人在醫院裏接受手術治療一樣，雖然過程等你感到刮骨療毒般嘅疼痛，但係每一次疼痛其實都在幫你排除體內嘅毒素。當你把呢些舊時代嘅毒素全部排乾淨之後，你嘅眼神會變得比以前更加清亮堅定，你嘅頭腦會變得比以前更加清醒理智，你嘅身體亦會充滿全新嘅活力同能量。呢個就係古人常說嘅脫胎換骨。只有經歷過呢種極致打磨同精神洗禮嘅人，佢嘅氣場先至會變得無比強大，大到可以吸引周圍所有嘅財富同好運主動向佢靠甩。呢個就係所謂嘅換運。我哋可以仔細去睇睇身邊那些真正白手起家、身家過億嘅富豪同大老闆，佢哋每一個人在鐵底翻身成功之前，都有一段不為人知嘅血淚史同極其卑微嘅過耗。有人曾經連續幾年食唔起一餐飽飯，每日只能用公仔麵鹹菜度日。
有人曾經在條街上俾人指住個鼻仔痛罵，卻只能陪笑臉。有人曾經經歷過多次公司倒閉、傾家蕩產，連幾百蚊房租都交唔起嘅絕望慘劇。但係佢哋之所以最後能夠成為人上人，能夠擁有普通人一輩子都無法企及嘅龐大財富，就係因為佢哋在面臨呢啲絕境同生死考驗嘅時候，展現出常人所沒有嘅驚人堅穩同強大定力。佢哋沒有在痛苦同絕望中沉淪下去，沒有去求助於那些冷眼旁觀嘅狐朋狗友，而是選擇嘅一個人，默默嘅承受一切壓力，一個人在黑夜裏偷偷舔舐自己嘅傷口，然後等到第二日太陽升起嘅時候，依然像個末世人一樣，整理好衫褲，塊面上掛住自信嘅微笑，繼續出門找機會，繼續去拼搏。呢種強大嘅心理素質同抗壓能力，絕對唔係天生就有的，而在一次次嘅絕望同絕境中，被上天活生生急迫出嚟嘅。所以當老天爺收走你現有嘅安逸生活，等你變得一無所有嘅時候，其實係再俾你一個成為超級強者嘅機會，係在逼住你撕掉所有嘅軟弱具裝，去面對最真實亦最殘酷嘅商業世界。只要你能喺呢個殘酷嘅世界裏堅強地存活落嚟，你就不會再害怕人生中嘅任何風浪。你亦已經徹底具備了執掌大財嘅資格，可以穩穩地承載住未來嘅遞天富貴了。所以各位一直在默默努力嘅朋友們，如果你此時此刻正經歷着人生中最黑暗、最難熬嘅低谷期，或者係正面臨着生意失敗、負債累累、身邊朋友背叛離開嘅痛苦折磨，請你千萬不要對生活失去信心，更不要每日沉靜仔自怨自艾、怨天尤人嘅負面情緒裏無法自拔。你要明白，這一切嘅一切都係上天對你哋一場精心安排同刻意雕琢，呢個係財富降臨前你必須經歷嘅洗禮同米變。你現在所承受嘅每一次打擊、每一次委屈同每一份痛苦，都是在為你未來嘅巨大成功奠定最堅實嘅基石。只要你能夠保持清醒嘅頭腦，不斷從每一次失敗中汲取教訓，總結經驗，把自己嘅內在器皿鐵底做大做強，把自己嘅心態擔練到堅如磐石。當你嘅個人能力、思想認知同心理心態都完全能夠配得上嗰份巨大嘅財富時，屬於你嘅高光時刻就一定會準時到來。到嗰個時候，你就會由衷地感謝現在呢個在黑暗中咬牙堅持、絕不放棄嘅自己，亦會徹底明白當年老天爺收走你那些東西，等你經歷那些痛苦嘅真正良苦用心。熬過呢段最艱難嘅時光，前面就係一片一望無際嘅康莊大道，屬於你嘅輝煌人生才剛剛拉開序幕。你一定可以接住老天爺賜予你嘅呢份大財。